如果你唔想再被童年陰影牽住走，想要更穩定嘅身心，呢6堂會帶你走出第一步。大家好，我係 Dr. Ken， 嚟緊我會有一個6節嘅工作坊，同大家介紹嚟自丹麥嘅軀體發展心理治療 （Biodynamics Psychotherapy）。呢套方法會將身心學、創傷同埋發展心理學結合埋一齊，教你讀懂情緒同行為背後嘅身體線索。我哋會運用 Biodynamics 嘅3大工具 Character Structure、Ego Functions Exercise 同埋 Body Knot， 一步步咁樣釋放創傷，建立實用嘅身心資源。例如以 Body Knot 模型為例，好多人會無視自己嘅身體反應，但明明呢啲身體反應同自己嘅情緒息息相關。我哋就會喺課堂裡面教識你點樣應用呢個 Body Knot 模型，檢視自己嘅身體同埋情緒。留言話我知你最想停止嘅創傷反應係咩？我哋有可能喺課堂裡面討論，有興趣就報名啦。